这个水面，我赶紧剪了，不要人家点，好快的。你基本上按效率测光。我觉得那个快门是锁定发，就是那个光圈是光圈轨，以自动曝光嘛，自动曝光就是。看清楚。以后就知道照不出来。不是，出来拍照，不会说这个是在绑手啊。那老师请教一下。哎，我拍个。你们要两个视度多少是要自己去决定光线多少，测出来视度是多少。因为王景多小可爱的下不要紧，因为它是不是会？放在你那边呢，跟你那个东西放在一起的。啊，你看那个。不是，我这样我甲我拄啊迄个构图吼，最。啊，解释就是，我甲伊讲，伊听无，伊甲讲我听无。对啊，我食两个就食，我来去，我好，就互我去。哎啦，迄个伊住喺咧后边甲伊母去呢。不是3000的，多1万多而已啊，2万块有搞。对，你看这个。这个那啥了？这个不是碳纤的，它为什么那么重？碳纤的，放水稳啊。是碳纤的。碳纤的。他们医院里机器人到那个。另外这个红的200倍高啊。中古的哦，18000。中古的18000，很稀啊。这个中古的18000。这很重啊。倍率50。这个啊，这啊无得推的啊，一比它低一级的哈，差不多8、9万。对，来，可以过来。这个气节啊，因为灰纹状，把它做到按一下，点几个挖那几点呀，然后他10号来的嘛，10月10号，我没有跟到。对呀。哎，看了白球你要食，难受，较无人爱看。比较精英剔透，精英剔透了，伊的色调也较会饱和。闪光爱怕，闪光尽量卖个。哎，你若钱你拢的时阵，你甲因讲迄个苗路打一个来，伊会光就较热，伊会光会较热。安尼就对了。啊未啊？也未啦。啊未啊？啊未边啊，是自由活动，等一下我们偷特点哈。开放10几个的关系。啊？哦，你特地带学生过来是吧？抓出来，没有要先把它抓出来。他有时候为了要，我也不晓得要。那这样可以拍了。
个杯币，刚拍能来。比较比下面的侧光。其实啊，现在很多东西的思维都可以取代，对，可以合成。最近有事情吗？多放几台在那边，可以吗？你要多放几台，多放几台。对，哎，多放几台。太佩服你们了。这个下次好像真的是很佩服，我真的很佩服你们摄影朋友，真的很佩服。但是就把这些人留下来做参考好了。我们很缺哦，因为你们真的啊？尽量不欠的。打翻视频的话，一盘就不够。那个插松狗了呀？啊？那边感觉很凌乱呢。还可以抬水果。过多吗？真的是没有，因为我们今年连那个欢迎你们。但是我们要边做。太失望，就这个就你们要赚钱要。这样抬起来的话，会比昨天宽了一点，嘿，感觉会比较大一点，场面大一点。没有人拍过我们上架的啦。还没有哈。对呀，谢谢你，不敢平。每天都。1000斤啊，3天来一次了。好，谢谢，很棒很棒。这里哈，把它调过来。这个空气高。来，灯光没关系是吗？没有，可以，那可以。你们看你们要从那个角度拍过来，还是这个角度拍过来，随你。可以的。OK，感觉好像可以吗？我觉得好像你可以当职业模特啊。是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玩相机。天空不蓝呐，天空不用看完了，我跟你讲。对，因为拍漂亮的照片实在是很辛苦。我们的都要。他都防腐剂。完全没办法拍这样，非常多。你这个删掉是吧？这个是那个龙潭拍的视频。谁？知道，我晓得那个。他有那个。真的吗？小小吃一点点而中南部还没上来吧？没有上来，昨天有一个苗栗的。这是哪里摆呀？不是。从这里来，先生，从这里上去。阿嬷上工了。他要来了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礼拜还要来啊。最近促进这个地方的黄种哦，这个产业很有功劳哦。对呀，这个杨先生他在那个帮我们那个这个方面非常大。就那么小，剩1/15，那你当然用3脚架了。哦，还有呢。
会有茶园哦，那个谁去家找那个茶园来拍。他们家不是住那边？来的没意思。过来一点嘛。两张床给我。透，这个逆光的透光有无？有边缘光的无去啊。落叶，它比较快，因为剩爸啦。其实讲迄个不是死去啦。没有，没死啦吼。这一长下面。其实也没死啊，它还是活的，只是它有些枝干就死掉了。你又来呀？啊，我哪有干嘛？我睇入面咁嚟影。帮我照一张啦！我在树里面，你帮我照一张啦！你在树里面。哎，龙老师来个翕啦！哎，那我给他去看就好啦。等等。那我又到了。
伊若大毛，我就大家讲阮大毛。啊，你若遐翕完，你也走来遮，伊毛还袂算。你若差8点外日头出来了。安尼你翕袂翕？去做厝的光啦，去做厝的光。暗时应该袂吧？我关呀，你